好，事不宜遲，帶大家睇下成間屋嘅設計點先啦，唔好講咁多。好，開始。首先咧，呢度就係門口啦，成間屋嘅門口。一入到門口，見到成個大廳嘅設計㗎啦。咁我會逐一介紹先。入到嚟呢個廚房，你見到櫥櫃，所有嘅櫃、洗衣機、電器、煮食爐、抽氣扇同埋啲燈光咧都好明亮清晰嘅。咁我諗一家大細或者佢哋煮嘢咧就應該好方便。好，行完個廚房位啦，咁就嚟到呢個大廳，望落四方四正嘅。咁牆身櫃都係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空間充足闊落。望落咧都幾白淨幾新淨啊！本身業主已經安排咗喺牆身加一啲牆紙同埋安裝咗部冷氣機㗎啦。咁況且燈光都好明亮嘅，裝咗兩盞好新好靚嘅燈吊燈啊！再行前少少就見到呢個露台㗎啦。咁露台咧就遠眺呢個屯門碼頭、新屯門中心，甚至南浪嘅景嘅，唔好意思啊，係南浪嘅景嘅。咁呢啲單位望出去個景咧，都間接有一種綠化嘅感覺啊，舒服嘅。好，慢慢啦，我哋嚟到呢個走廊嘅位置，走廊我哋轉右手邊咧就有明窗嘅，請大家放心。而且洗手盆、企缸應有盡有，馬桶應有盡有嘅。晾衫、晾衣物嘅位置都一應俱全。好，我哋首先離開呢個廁所先啦。好，去到兩間房間，我都啱啱提過有兩間房間嘅。我首先就嚟一嚟呢間細房先。細房咧都係比較舒服嘅，因為有冷氣啦，有一個明亮嘅燈啦，同埋而且咧。望落呢間房嘅面積係適合擺一張2人嘅床嘅，係啦。露台位就唔算好細，又唔算好大，但係當一有位置咧，擺起上嚟就非常適合㗎。望下個景，舒服㗎，係啦。好，最後啦，到呢個大房。睇下啲間隔啊、空間位置先。其實業主都好好㗎啦，因為我望成間屋咧有好多儲物嘅空間，包括有衣櫃各方面擺位設計。我一陣可以再帶大家去廳嗰個櫃，即係嗰啲牆身先。你望下，細心啲望，擺到好多衫褲鞋襪啊、衣物㗎，係啦。跟住呢度咧，本身已經有埋3人床嘅設計啦，因為呢間大房嚟嘅，咁都話係啦，同細房一樣，冷氣、窗台、個窗、燈明亮嘅，係啦。個景咧就大致上同細房冇分別嘅，但係都係開揚光猛嘅，係啦。好，最後慢慢行到去呢個廳嘅位置啦。廳嘅位置咧，呢度應該未影到，而家影埋啦。你睇下業主幾好，有成個白色嘅大長櫃啦，我俗稱就等住你擺好多私人嘅珍藏，衫褲鞋襪鞋啊、公仔啊，一啲可能小朋友嘅玩具啊、大人嘅書啊，總之你想擺咩就擺進去。呢個業主好細心啊，喂！依家無論租客又好，買家又好，都提供一個適切嘅擺位空間。可能知道香港地空間呢個缺乏啊，即係始終空間太細啦。講真，你喺香港住樓，所以業主好細心咁，或者好聰明咁，用盡每一分每一個空間嘅位置去滿足或者方便自己或者客人，無論買家租家
租客有嘅需要。好，最後講就講到呢度，係啦。如果有興趣或者你有呢個買樓租樓嘅即刻需要，即刻聯絡我袁先生，係96891528 WhatsApp 揾我，係啦。